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最近中国军机一直扰乱大海，蔡英文也去到国防前线，偏误是在天驱部队，也免得空军的官兵。立委乌西案件，台北地方法院认为有继续受压必要，经过调解协商，立法院同意受压涉嫌的立委。今下晡，台北内湖一间无牌的中照机构发生火灾，目前有2位老人死亡，一个等来抢救。讲到最近中国军机一直扰乱大海，甚至阁飞过海峡中线，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就亲身行到去到偏湖，视察这阵守在上界头前的空军天驱部队。总统蔡英文也以三军统帅身份表示，对国军有信心，也不准任何人来咱的领空耀武扬威。台湾 IDF 经国府战机伫咧空中进行例行性演习，要替国人看顾台湾西部海空的安全。面对最近中国解放军派军机驶来台湾，蔡总统今日是行脚到去偏湖马经基地，视察就伫咧咱空防第一线的空军天驱部队。我要代表国人，向各位捍卫领空的弟兄姐妹。致上最深的感谢，有各位24小时轮班、全副武装，在警戒室待命，才能够在状况来临的时候，5分钟内升空应对，捍卫领空，守护国家安全。之前你会使看到，伫咧记者后壁，这个就是建国和 IDF 的万字弹，伊会使伫咧地面发动正大的攻击，甚至会使甲人的机场摧毁。这也袂是展示伫咧偏湖马经基地，就是要展现国军捍卫国土安全的决心。蔡总统是阁以三军统帅身份，表示对天驱部队守护台湾领空安全真有信心。身为中华民国的空军，我们怎么可以让别人在自己的领空上耀武扬威？身为三军统帅，我要向国人保证，我们的国军官兵可以捍卫国土、守护区域和平的钢铁劲旅。中秋时9日到，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发加菜金，答谢国军的兄弟姊妹拍拼，官兵也送总统一领 IDF 空军飞行夹克，要互蔡总统。感谢总统专工来视察，也强调会继续守护台湾的国土安全。记者安敏之、谢桂林平报道。针对着立委的乌西案件，台北地方法院经过一夜晚审理，认为立委苏振清、陈超明、廖国栋这3个人有受压禁见的必要性。今透早就随甲公文送到立法院，立法院会临时增加议程，经过党团协商，到尾立法院也同意继续羁押。另外也检调也查到讲，前立委蔡宏龙也可能牵涉在内。蔡宏龙也回应讲，伊无涉到啥物，只是提前苏振清利益。立委集体收钱案2日透早，一审台北地院开庭庭审时，民进党立委苏振清当庭讲有神经态，并且强调家己大学联考英文科0分，无能力逃亡海外，要拼交保。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廖国栋也发完恶无真多，也毋过报议认为因犯罪嫌疑重大，有高产逃亡的顾虑。裁定羁押建见，因为立法院会期中羁押立委需要经过立法院许可，法院一透早紧急由法警送公文精神许可。因为3位为现任的立法委员。那依宪法增修条文的规定，此部分必须待立法院许可之后，才为后续的强制处分的作为。立法院议会2日早起将3位立委羁押案列入议会临时议程，各党团已经有协商共识。立法院长游锡堃随伫议会宣布同意8院续押。函请本院许可拘押委员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一案。各党团同意列入，予以许可拘押。合议庭也通知3名立委，立法院已经许可续押。陈超明当场埋怨立法院变成虐囚团体，3人随即被押上车，送去看守所。廖国栋律师表示，不合法院裁定，当场提起控告。我们真认为已经没有羁押必要，所以说我们这部分就会依法提起抗告。此案也看出涉弊案外案。检调侦办所有案发现，今年7月底，搜索风声提早流出去，前民进党立委蔡宏龙甲苏家全得诉。郭建伫肖像伫2016、2017年间，几下摆向苏振清示警，予伊有机会提早参政。
我没有泄密啊，我又不知道有什么消息，我只是听到说收购案风风雨雨，其中有一个是苏正清跟李先生有巨额的金钱往来。那我基于当时防止犯罪，或者是说要保护我的同志我必须要提醒他，好心无累金啦。对国民党团呼吁，现时是带车当造的蔡洪龙应该停止接受调查。蔡洪龙回应，无赞成这件代志变成政治斗争。副部长蔡清祥表示，涉弊案已经另立分案追查涉弊者，检调也传唤蔡洪龙高检伫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去到立法院要进行报告时阵，国民党却占领议场，要求苏贞昌就要先针对着开放美国猪肉议题会室内，才会当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就立委认为讲是国民党惊讲袂赢苏贞昌，时代力量也批评讲占领议场说唔辩论的方式已经过时啊。抗敌案模型大声化口号，国民党团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会室内，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落台，和300种美猪进口证据继续拖收。苏贞昌日受邀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甲备询，结果拄到国民党团决议占领议场备询台，哪样立委拢坐上官员席，要求苏贞昌会室内，若无免想要上台报告。他们的这个双标，以前反美猪、反美牛反得这么厉害。一上台来就全猪全牛大开放，全猪全牛大餐呢，政治唔是安尼舞的啦，这里骗笑的。那也表达强烈不满，指控苏贞昌进前专案报告备询态度骄傲，批评民进党过去反对美猪进口，今嘛政策大西翻，要求苏贞昌随会室内对国民党突然的组织议会，民进党除了感觉意外，也气于那样，唔敢甲苏贞昌正面交手。他怕讲输苏院长，而且他也怕他们的论述赢不了苏院长，所以可能因为害怕，所以干脆用所谓的杯葛拒绝苏院长做施政报告。也觉得非常生气，实在是不应该再继续用这种老套啦，20-30年这样的老套，然后不要进行一个认真的质询或者是辩论。苏贞昌原本要进行行政院防疫纾困整体报告，根据书面报告内容指出，政府纾困措施到位，国内消费经济7月小卖业、营业额转为正成长，一日长期的新台票3300多亿，创下史上降级新高，显示3倍券发挥功效。另外，台湾更加成为亚洲4小量之中，上半年经济成长率唯一正成长，展现台湾在疫情冲击之下，经济继续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咱的台湾就要开放美国的猪肉入来，就算政府规定国内猪肉袂当使用300种，产品的猪肉来源也就爱标示。不过，就卖食的大头仔认为讲，若准是加工过的产品，要标示搁较济，恐惊也是无效果。自明年元旦起，台湾将开放有莱克多巴胺俗称300种的美国猪肉进口。虽然农委会甲卫福部拢表示，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是安全的，也毋过国内饲猪犹原袂当使用300种，也爱严格表示，却引起相关摊商的疑虑。因为进口的猪肉现真重啦，价位也较俗啊。当然啦，有一寡不孝的业者，伊会进口一寡这来染，但是迄落染很广泛。大部分都是水饺啦、馄饨啦。我们大家都抓了蛋了，抓了蛋，怕消费大众像几年前的毒酱油事件、沙拉油事件，只要是小吃，他都不敢在外面吃。业者表示，国内需要使用到猪肉的措施比例真悬，大约占80%以上，包括烟前肉丸、包啊、萝卜饭拢是。虽然卫福部强调，国内检查标准比国内是较严格，并且强调大卖场、超市、传统市场、小卖通路、餐厅、面摊拢爱清楚标示。也毋过袂少猪肉加工品制定复杂，表示恐惊无法度发挥什么作用。3倍券都有伪造，那更何况就是说这个标章做出来，是不是也会有人动手脚？那我们的标示规定是如果要标示这个猪肉原料的一个原产地的话，是要以屠宰帝国为原产地来标示。
农委会表示，饲猪业是国内农业部门东汉3大上悬，有国内消费量超过9成的市占率。台湾伫识别标章目前正在进行票选，等活动结束，样式决定了后，年底前就会试办上路，明年全面实施。以后，若2点街看到台湾伫识别标章，就表示这间店完全使用国产猪，让消费者会当清楚选择。记者综合报道。东山会伫今仔认定中华救助总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东山会主委林丰正表示，救助总会有愿保留着过去党国体制之下利用国家资源所累积的财产，现有的财产价值大约有13亿外，也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全部禁起来，袂当使用。办公室伫台北市中正区精华地段的大楼，中华救助总会大门关咧，员工嘛无愿意加讲啥。因为不动东山委员会日宣布，因为因方认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名下有13亿的财产，即马开始会全部甲冻结。在党国时代，在威权体制之下的这个执政党的执政优势，他运用了非常多的国家的资源，累积了非常多的资本。那么在他的任务逐渐转变，那么整个政治局势也改变以后，其实他并没有把这些财产归还给国家，账列还有13亿的财产。东山会列出中华救助总会名下的不动产，差不多有8亿6千万，包括中正区甲内湖等等大楼的办公室。另外，伫天母、石牌、土城嘛拢有大楼。中华救助总会爱伫4个月内向东山会申报财产，未来若要用到经费，嘛爱东山会同意。救总的成立就是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的这一些成员依照这个蒋中正的指示筹备成立的那么成立的过程的筹备会都是在这个中央党部。中华救助总会正做第10个去互东山会认定是国民党附属组织的团体。东山会表示，为人事、业务甲财务方面，国民党拢捌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方式指示，而且小连续以国家资源补助中华救助总会超过50亿。东山会已经把处分书送去中华救助总会，而且要求因治3的时阵爱派人协商。针对这点，国民党表示，中华救助总会是民间公益团体，受到政府委托进行财保救难的工作，自头至尾甲国民党拢无关系。中华救助总会表示，目前还阁当地的研究回应，还阁有后手救济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涉嫌杀死女朋友的香港人陈同佳当时会来投案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今日表示讲，陈同佳伫香港所犯的罪行已经处理完成，若阵需要协助香港政府愿意提供。咱的陆友辉也表示讲，陈同佳需要向对口表达投案的意愿，重点也着爱香港政府的责任感。伫台湾涉嫌杀死女友范小颖的香港男子陈同佳，去年10月伫香港出家了后，虽然伊捌讲过愿意到台湾投案，但是即摆也看无到人。被害人家属一直咧等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记者会内底指出，为法律上陈同佳已经是自由的人，但是若有需要，香港政府愿意协助。但同时伊嘛表示，看袂到由政府出面有啥物好處。咁所以而家係要等個適當嘅時候咧，嚟到去返回台灣。由台灣當局咧嚟到去處理，我哋睇唔到咧由我哋出面有咩好處嚇，因為最近嘅溝通方面咧都唔係話可以攞到一個回應㗎啦。林鄭月娥表示，希望繼續透過官方面也是其他有心人士的管道協助陳同佳到台灣，但是因為有大選和疫情的問題，變成是陳同佳會鬧到台灣投案的理由。陸委會認為，陳同佳其實只要向台港已經建立的單一單位表達投案的意願，可以當啟動後續的流程。如果陳前確定要來台灣面對司法，可隨時直接與我方聯絡，相關的安排事宜都已經準備就緒，一切依法辦理。本案的關鍵在於陳賢真實的投案意願及港府的責任感。陳同佳佇台灣殺人了後，走轉去香港，牽連出台港的司法問題，佮引發香港反送中運動。陳同佳如何來台灣面對司法，雙方有願意比例。記者郭燦台北台北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講到台北市內湖這2天依然是真無平靜。佇康寧路這帶有一間無牌宗教機構，佇咧今仔下晡發生火災，有2位老大人未赴走，有2個受傷救無回來，還佫1個當咧搶救當中。發生火災的時陣，攏無任何人在看顧。火災甲違規部分目前也當咧調查。
消防人员切破铁门进入去内底拍火，发现1楼开放空间有3名80外岁老大人倒伫眠床，已经失去生命现象，赶紧将3人送医。在抢救过程当中发现内部有3名人员受困随即将他们救出。他那个人员我们是在床上将他抬出来的、救出来的。那实际的用途我们必须再做进一步的查证。火灾发生伫20日下晡2点半，消防人员进入会场时，无发现任何用火人员或者是负责人。初步研判起火点应该伫1楼。厝边表示，平常时这栋主体拢大门锁起，根本唔知内底有接报6人私人登记机构。现在看护的人出去了，假如看护的人在，就不会那样子。连我们这里的人不知道，他说养老院，他说哪里有养老院。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到现场了解，发现内底真下环境真差，无法度理解为什么有人将厝内的人送到这种无立案的私人登记机构，也将押设定负责人要调查案情。看起来就是他一个没有立案的机构，那进去看到环境非常的恶劣。几乎是没有什么转换的空间。那3位老人家的位置，它的面积非常的狭小，其实是一个很恶劣的照顾环境。自己的家人在这种没有立案的地方，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控管。在台北市瑞湖区孔宁路这间养护处所，无在台北市消费局申请立案，外口也无看板。在4楼建筑物内底，会经原因也来调查，也要追究负责人养护人员相关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台北市内湖区发生公车撞规排奥多巴意外，造成一个过路人死亡，一个警员受伤。本地想讲是司机赛车赛到拄久困去，结果在今仔日司机家己承认，讲伊顶礼拜5有食毒。目前检警也正咧检验讲，看这场意外敢是甲食毒有关系。车轰轰隆落，还佫有乘客惊一条咧发休的声。3重客运拿26线公车。昨暝2日暗时8点外，经过内湖路一段的时阵，雄雄失去控制，向人行道冲去。为外口的角度看，规排停伫遐的奥多摆拢互弄倒去。是啊！赶快啊！可以下车吗？等一下！当下听到一个声音，嘣一声的时候，车子就开始走到那个人行道上面来了。车顶的乘客虽然无受伤，不过驶去人行道的公车，先弄到一个男性行路的人，再佫弄到一个出勤的警察。这个50岁的男性当场就无喘气甲心跳，送病院了后煞救无转来。也若30多岁的警察，几个所在有受伤，不过意识真清楚，目前已经出院。也若弄到人的驾驶讲，伊当初在度孤。那因为驾驶员他感到非常的惊吓，那一直没有办法有正常的回答。但是他只有说他有精神不济、有打瞌睡的状况。意外发生了后，某一间电视台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支援，想袂到尾手发现讲死者竟然是因老爸。检警调查，姓柯的驾驶捌有食安非他命的前科，是毒品吊验的人口。姓柯的驾驶讲，顶礼拜5、18捌食毒品。检警有甲验尿，要查车号敢是甲毒品有关系。针对这点，台北市交通局局长接受质询的时阵讲，公车司机健康检查的项目，并无包括安非他命的检测。那同时，他既然已经坦诚检警查出有吸毒前科，那为什么他有良民证？公运处底下的公车驾驶居然可以有毒驾上路这种情况？他不是危害到自己的性命而已，他还有整车的乘客，还有路上无辜的用路人呢。各位去设想一下，如果到现场采访的记者，他的这个被害人就是他的爸爸，这个是怎么样的煎熬跟震撼？3重客运讲，针对司机食毒国驾驶是无法度接受。不过，姓柯的司机过去2年接受4届的健康检查，毒品检测都是阴性，甚至今年3月份药物的检测嘛有通过。3重客运表示，若是这届无通过，唔会甲伊死头路，还会提起民事求偿。台北市公运处表示，已经要求3重客运针对这个案件办理重大行车事故的专案检讨，后手会依法裁罚新台票9万块。专案审后，姓柯的司机会以涉及过失致死罪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失去联络7年外的越南移工，伫咧台湾偷偷开一间工程行，唔拿包工地室头，佮4个招同款是失联的越南移工。移民署台南市专勤队接到消息，派人埋伏军装，落尾也掠到这7位移工啊。也是台湾人。讲家己是台湾人，毋过被要求提出身份证时阵，态度的改变，杀来杀去。可以帮你看身份证的。等一下，我他比较晚。你要等他什么时候起床？
移民署专勤队接到线报，指出一名越南籍查甫人4月找港股乡的失联移工，承揽工地工程，经过几工的分赃埋伏，总算被查到。本队人员当场请他背诵身份证字号，没想到该名移工一口说出 D222开头，那当场也被本队人员立即识破，因为2开头在我国的身份证是代表女性。讲是台湾人说因为讲唔到身份证字号标框，这越南籍姓杜的查甫人讲家己有合法婚姻关系，外籍配偶已经摕到身份证，毋过使用生物特征辨识系统比对指纹了后，伊承认是失联7年的外籍移工。今年3月，以越南的代籍女朋友的名义成立工程行，招募港股乡失联移工，承揽南山的工程。发现台湾的营造业缺工，那具有生意头脑，他以女友的名义开启工程行，7名失联移工均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收容，等待后续遣送出国。侦讯了后，包含姓杜查甫人在内7名移工，依法移送收容所等待遣送出国。专勤队也呼吁民众唔通请失联移工或者是无经过工作许可的外籍人士，确实被查到，会依法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国际疫情。英国疫情是愈来愈严重，目前因是甲警戒对第3级提升到第4级。着卫生官员警告讲，若无赶紧进行防疫措施，照这款办势到10月中，可能逐工就增加5万人感染。而且着媒体报道表示讲，英国无排除会搁再进行封城。英国疫情升悬，2日新增4368件确诊病例，11人死亡。政府将防疫等级为第3级警戒提悬到第4级，代表病毒传染率悬，也是当地真紧升悬。卫生部门高层发出示警，讲若讲强省政府无赶紧升级防疫，防止第2波疫情大爆发，英国死亡率恐惊伫几礼拜来翻倍，有且到10月中旬，逐工新增确诊人数将超过500人。If that continues unabated, and this grows, doubling every 7 days, you can see that by mid-October, if that continued, you would end up with something like 50,000 cases in the middle of October per day. 英国新冠病毒累计死亡人数42877人，是全欧洲上济，也伫全世界排名第5。随着季节进入秋冬，代表英国至少爱搁实施6个月的限制措施。卫生大臣汉考克宣布，针对假收入户自我隔离的人，提供500英镑的补助，如果违反隔离规定，重罚1万英镑。2日，英国各大报头条报道，英国疫情当出伫重大转变，首相强生真可能伫这礼拜宣布再次实施全国封城。强生本人有假伫当地2日发表谈话，伫第1波疫情表现良好的捷克，最近确诊病例数却升悬，当礼拜是更加出现超过3000件确诊的新冠数字。卫生部长韦伊泰赫洪批评防疫无好，2日证实目前还未找到替代人选。We're encouraged to see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signing up to the COVAX facility, but we face some daunting challenges. For the ACT Accelerator to work as planned, it must be funded. 世界卫生组织2日表示，有156国家己公平分配未来疫苗的新冠疫苗全球处理机制 COVAX， 包括64个富裕国家目标是伫2021年底提供20亿剂疫苗，优先提供予签署国家的医护人员，甲各国前20%的脆弱族群。不过世界2大强国美国甲中国拢无伫这份名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印度因的疫情，犹原是拖真紧，因的确诊病例特别到550万例。不过因的政府却是继续放零防疫限制，就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烦恼疫情的关系，会互几落百万的囡仔，搁再变做是出卖劳动的奴隶啊！日头真炎，印度的囡仔伫咧铁轨路行来行去，捡回收搬物件趁钱。这款的景象，伫咧疫情半年外以来是变甲愈来愈侪。 The biggest threat is that millions of children may fall back into slavery, trafficking, child labor, child marriages, school would be denied. And unfortunately, children who belong to marginalized sections of society are going to suffer the most. 疫情严重影响到印度的经济，几百万人生活陷入困境。有家庭为着要生存，互囡仔出外做工课斗趁钱。2014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沙提亚提，40年来帮助弱势散车的囡仔，互因有正常的生活。即卖伊烦恼讲，家己的打拼可能会乌有去。For girls and boys, of course,
for child sexual abuse and production of pornographic material is growing during the lockdown times and the COVID-19 times. And once they fall into that trap, they could be pulled into prostitution and could be trafficked easily.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料，过去几啊年，囡仔港的比率有减少。不过，伫印度也有差不多1010万的囡仔用各种的形式趁钱生活，其中有真侪拢也无交会。印度减少的速度是全球上紧的。根据卫生部的通报，确诊的人数累积要到550万例。虽然是安尼，政府也是继续放任防疫限制，伫挂喙安、保持距离，还有消毒等等的严格规范之下，部分已经关半年的学校2月会重新上课。真侪学生认为讲，会当重新倒去学校读册是感觉真欢喜。缅甸上大的城市仰光2月开始执行居家令，还有员工伫咧厝内上班。因为学校是因为进前的防疫措施已经关起来，居民对上新的防疫措施表示欢迎，因为伊嘛烦恼讲疫情的日头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气候暖化影响，天气也变甲真反常。日本伫2月就宣布讲，富士山头一阵的雪比应该提早32天。另外，北极海的冰也因为暖化影响，冰的面积出现在40年来第2小纪录。雪落伫山头远远看开去，亲像画中共款。日本山地关的富士吉田市20日发布富士山初雪化妆宣言，代表上雪季开始。我々の写真家も行動がこれから忙しくな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甲高府地方气象台发表，富士山每年热天过后，山顶第一摆积雪超管雪无共。富士吉田市所发布的初雪化妆宣言是为平成18年，也就是2006年开始，地方自治单位以宣传观光为目的，家己发表宣言。今年虽然也无甲超管雪时阵，不过初雪化妆的日期比往年早32天。另外，同款受到气候暖化影响的，也有北极圈。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调查发现。受到西伯利亚热浪暖空气影响，伫8月31到9月初5之间，北极海的海冰消失的速度超过任何一年。根据卫星记录，9月15测量到的海冰面积只有374万平方公里。And this year, yet again, it's a near record low, the second lowest extent ever recorded. And as the Arctic melts, more heat will be absorbed by the ocean, and all of us will be more exposed to the devastating impacts of climate breakdown. 这是自2011年创纪录海冰面积只有341万平方公里以来，过去40年来海冰面积第2摆比400万平方公里较低，主要对北极野生动物生态造成威胁。气候暖化也佫影响加拿大甲格陵兰的冰层扬起的速度。那冰层愈近扬起，全球海冰面上升的速度也愈紧。记者综合报道。在澳洲塔斯马尼亚岛西部海域发生要到270只的海鸥做回跨刷以外，目前已经有90只死亡，保育团体也当地进行抢救的任务。密规定的海鸥受困伫咧水真浅的所在，数量是袂少。伊是长期领航种，当局统计，拢总有3大群，约270只。40个专家甲救援的人员2日早起去甲因救起来。伫咧水较浅的所在，直接落船用行的。用吊索甲领航种固定伫咧船的北肚边引带，或者是甲因撒去水较深的所在。目前靠大的海鸥内底有90只已经不幸死亡。救援的工作是甲时间的招标，嘛要做出不得已的选择。Triage is going to be quite important here. We've got animals spread over a large area and in a really challenging location, so we're going to basically take the animals with the best chance to start with, and the ones that we're able to deal with. 救援的第一步是互部分的海鸥倒去甲水较深的所在，看因浮伫咧水里的情形。若是反应真好，后一步就会甲因送去较深、较远的海域。头一天已经救25只的海鸥，不过要抢救的困难点是可能会拄到大影，爱靠船仔来斗3工。因若领航种会当大到7公尺长，3栋遐尔重，若受过大只，可能无法度顺利为水较浅的所在离开。另外，若船仔无法度到位的海域，嘛无法度去救援。专家小组按算拜日暗时会评估效果，看敢是需要修正策略。因若即个事件发生伫咧澳洲南部塔斯马尼亚岛西边麦奎里角附近浅海的区域，这原本就称在发生海鸥扩大的事件，即个规模是10几年来上大的一届。因若集体扩大的原因，目前还无了解。专家认为讲，这可能甲海鸥的社会性有关系，因会甲一个领导人缀合调。
不过，若带头的人方向唔对去，就真有可能造成规个群体受困。按过去救援的经验显示，伫咧扩大的状况之下，领航钟差不多会当冻3天至4天。目前当地天气是凉凉湿湿，适合海洋生存。不过，若时间拖愈久，就会愈不利。相关部门23会用红外线热相仪伫咧空中做评估，来确定有偌济海洋死亡。按算救援的工课会持续到拜6礼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少年线派军机亲门大户行为，中国外交部竟然佫讲海峡中线根本无存在。外交部长高桥社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款话语毁掉台海协状。10月19日，中共连续派遣37架次的军机绕台，佫开始飞过海峡中线，一直假事威胁台海安全。中国外交部呛讲，无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咱国外交部长高桥社强烈谴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我们正告美方，台独是死路一条，纵容和支持台独，注定要失败。就好像在香港强加港版国安法一样，摧毁了香港的一国两制。那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有关台海中线的这个说法，就等于摧毁了台海的这个现状。根据国防部对海峡中线的定义，上北边北纬27度，东经122度；上南边北纬23度，东经118度。2点连成一线，都是台湾海峡中线。上早1950年代由美军所制定的一条互相无侵犯的中线。中国虽然无承认，也毋过自划定起来也真少超过线。即马出现调岗过线作为，也有关台海紧张情势。军事专家徐小伟认为，咱国应该爱有防范对策。个人觉得未来可能会是一个常态，就是至少短期之内，对岸可能应该是不会再把海峡中线的这个默契当成过去大家奉行的一个通则了。中国外交部指出，海峡中线无存在讲法，前总统马英九也无认同。伊认为，可能因为甲最近台美关系发展有关系，也佫讲无定着双方拢无想要真正进入战争状态，也毋过一旦冲突，恐惊就真歹收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的抽沙船，也是一直来到台湾的海峡抽沙。虽然有甲船只扣押罚钱，甚至甲船只拍卖，也是拢有船只要来冒险。外岛的3个县目前也有共识，要求中央政府就要加强处理力头。这是第3次广播驱离，船长，请你赶快向外航行。7月份马祖海巡队伫马祖海峡闸口中国抽沙船非法越界，盗采沙洲。海巡队公布处理无效，派人停船逮捕相关人士。根据统计，马祖海巡队去年到即马处理大案抽沙船5只，没收罚金加拍卖交国库有1亿4980万，行政罚款700万。按过中国抽沙船有关系列了罚物件，有民众逼供，中国抽沙船最近一天有50只，经过马祖海峡到介绍川海峡来偷抽沙。在飞机上看到了，事实上，因为这个今天是水域只有6000公尺嘛，到4000公尺，事实上是蛮外面的，可是用眼睛来看，你会觉得它好像很近，事实上它都在线外。马祖海巡队承认处理有困难，因为抽沙船真搞怪，出现伫故宫甲南港之间，流泉搭、七星搭，这范围多是台湾禁限制水域以外，台湾无法度驱离。抽沙船被发现也马上逃走。面对中国抽沙船伫模糊地带，甚至越界偷抽沙洲，金门县、澎湖县、连江县、离岛3县达成共识，联合要求中央加强处理。那个沙子感觉上是明显，这个在沿岸有明显有少嘛，这是一个。另外，它也造成我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有时候它晚上抽沙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睡觉的时候的一些干扰。连江管区表示，要求并确定出海峡界线，加强海巡力量。马祖海巡队除了加强海峡巡防任务，海巡署舰队分署也为9月开始派遣大型巡舰机关，透过长期进驻协助处理越界船只。记者综合报道。科学人杂志伫 FB 顶头的美国猪肉广告证据，昨暗农委会防检局表示，当初要做这篇广告是科学人主动来招农委会，后来科学人佫家己把文章摕掉。不过国民党却是一再批评农委会，想要透过科学人的广告，甲民众洗脑。
科学人19号伫面册声称，家己300斤莱克多巴胺会当增加收益佮环保，事后紧急摕落来佮回实例，讲这是农委会公告，李一暗防检局声明回击。公编大文其实是科学人主动邀约的，而且其实过去也合作几啊摆，其信任即摆的公编内容拢是由科学人写的，科学人自行贴落大文，互人遗憾。2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亲自拍会。这不是农委会提供的资料，该杂志也已经出面道歉，并且澄清。会5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已经澄清，官方只是提供专业资讯。另外，争议的字为什么会出现？爱问科学人，也不过国民党批评农委会将责任撒给科学人。你其实就是想要去漂白这整个莱克多巴胺美猪对于人体危害的这件事情，但是被揭发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农委会主委他竟然陈吉仲这么的秒切割，而我们要质疑农委会只有在科学人这边下预算吗？国民党也阁批评农委会为了要洗白300种的危害，想要洗脑咱国民众，在去记者会打电话予总编辑李家维。李家维表示，无要阁针对风波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气候影响，今年蛤蟆产量变加真少，而且中秋伫要到，真侪民众拢会烘肉，需求量是愈来愈大。到时阵蛤蟆的价格可能会起大价。一透早，永市人员无用采收蛤蟆，因为中秋节要到啊，市场需求量增加。也毋过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伫婚姻大细的蛤蟆养殖育成率降低，收成的蛤蟆大约有3-4成是空壳，甚至有的收成佫较歹。这空壳啊吼，因为气候影响啦，所以拢死的啦，啊损失真多啦。哎，你的部分草有几成是安尼？草要有3-4成啦。有大细养殖业者表示，因为最近已经是蛤蟆的采收尾，佮加上中秋节要到，产量减少，互目前蛤蟆的产地价自8个月前每台斤100起到110。若讲佮送往销售市场，价值大约是150。咱这产地嘛是拢这价销70、80、90、100啦，上悬的啊。啊，你都要抽到120的，我点几乎很少的东西啊。因为有些电商他们会做组合，所以他们提早预定。大细加工业者表示，大细乡的蛤蟆产量大约是占全台6成，真侪消费者会直接到产地预订，互最近的工作量增加袂细。也毋过因为蛤蟆产量低，互最近蛤蟆的价销起，有价若接近中秋节，价销也有起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会去参加收水要收过日月潭的活动，这个活动就特别开始咯。不过，伫咧日月潭内面有一种外来种的鱼啊，号做鱼虎。民众也烦恼讲会去互鱼虎攻击。南投县政府表示会甲渔会来合作来电鱼啊。不过，有专家认为讲无动物会食鱼虎，伫短时间内要有效果是真困难的。对日月潭渔民的骹步详细看，这个水域最近有几啊尾真大只的外来种鱼虎。这鱼虎攻击性真强，佫是食肉咧生存的，或者渔民是头壳摸咧烧。通常这个地方是全部是一般的鱼在躲的，然后它躲在这里就来一只吃一只。当地渔民表示，鱼虎造成原生鱼种的威胁。当年的9月份至10月份是繁殖期，今年因为水的温度升悬，增加团的速度，而且因保护鱼仔囝的行为，佫会增加攻击性。接落来收水到日月潭的活动，到底要举行，互要参加的人惊去互攻击。县府表示会甲渔会启动防治，提出说用电击的方式，但是考量那个它的风险性较大，所以我们目前仍在做研议当中。县府强调讲，鱼虎本身较惊人类，大部分伫咧河边、水较浅的所在活动，会攻击人类的机会无大，而且嘛会启动电杀的方式。县府到达执行2年，每一届处理几啊百尾。也今年6月份，嘛委托清代研究哪肯会食鱼虎的螺膜入去水底做生物防治，嘛增加原生鱼种的数量。不过学者认为效果无大。即使把它的整个族群有控制下来，可是很快的啦，它族群很快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生物防治啦，你到底要养多少条的鲈鳗，才能够去控制这些渔虎呢？很难啊。黄文山认为讲，
气候对环境的耐受度真悬，就算水质无好，嘛会当存活。另外，因生团的能力真强，还佫有食肉的天性，互伊加做食物链较关键的生物。咱若进前虽然有放伊的天敌罗麻，毋过罗麻生长的速度甲鱼虎是完全袂比值。用电击的方式，结果敢若会当控制族群的数量。若要达到防治的效果，短时间内恐惊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20出现伫台东南环六口温泉的乌鱼仔甲，21个出现伫二道桥卡的溪埔。台东林管处也已经启动相关的监测甲保护措施，也呼吁民众唔通去甲搅扰，互乌鱼仔囝家己登去深山拿来。有民众伫南海公路二道桥看到远远河床遍布有一只动物仔咧耍叮当，详细甲看是一只黑色的黑马仔。当地民众研判，这只黑马仔可能是甲20伫六口温泉附近发现的黑马仔是同一只。经过那个地方往山上看，刚好就看到那一只小熊。台东林管处接到通报，初步研判，依照鱼仔活动的能力甲范围，应该是20被发现的鱼仔个往山顶活动，而且这只鱼仔看起来大约2岁大，已经会当独立生活，无需要照顾。目前林管处也派出研究团队上山进行监测，也请当地居民唔通将伊拍着惊。会加强相关的一个人熊遭遇的宣导，那来了解它一个可能出没的范围。那我们都会请研究团队加强这方面的这个范围的监测。高雄又讲，鱼仔可能会试过找物件食，已经请二流村长向村民宣导，将食物保管好。一旦发现有乌鱼走入村庄，随通报林管处会采取相关驱赶措施，互鱼仔会当自然离开登高松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大海当中，渔业废弃物的问题是真严重。渔业署也已经预告，未来若准使用鱼网鱼具的渔民，拢爱漂失，若无者上重会当罚到15万。参与净海团体翕到海底画面，虽然鱼群真多，不过海床顶头会当看到非常长的废弃鱼网仔。根据澳洲的研究，海底废弃的鱼网仔，达100公尺，上济会无小心掠到4只海龟。全球统计更加显示，当年因为鱼龟甜到造成死亡的海翁、海猪有30万只，每天相当有800只。台湾的海洋成本嘛，小常在受害。在去年这个台湾搁浅的海龟里面，有渔业误捕的比例，其实大概有50%，那其实大概有10%渔网缠绕所导致的。澳洲海洋文教基金会甲中洋合作，伫海保署支持下，发动40个调查员去到滨海19县市记录废弃的渔区污染的现况，制作出全台湾第一本废弃渔区的图鉴。但污染免怎减量呢？必须为源头来落手。协署已经伫8月底有个相关法令，渔民必须要伫捕球顶渔区顶头标示渔船的名甲统一编号，实施渔区实名制，会当来追踪流向。有一个宣导期是到明年的7月，然后从明年7月1号开始，我们就变成是强制性的规范，依渔业法会处分3到15万。就是刺网的这个实名制的公告，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开始。协署表示，包括捕球甲鱼网仔顶头的浮蛇，达50公尺都要有标示。若渔民无细字拍胖见，只要通报了后，互其他的人找到会当免罚。但若唔通报，以后互发现，小常嘛是罚3万到15万。草案会预告到11月1号，协署希望公告上紧伫明年1月1号生效。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高雄市交通局为着要提醒民众一寡交通安全的问题，就甲标记写甲真白话，电到去互永工处认为讲，这是民众伫咧乱挂布条啊，无到1天的时间就全部拆掉啊。李超速、宋国库、天动无远超速着到，这个设伫咧高南公路顶悬创意警示的标语，因为甲一般交通的标语无共款，向看，也就是讲有人咧讲耍笑挂起哩，所以高雄市交通局暗时挂起，也无到1天的时间，2下晡已经就无看啊。一个查落才知影讲，永和工厅处就是有人讲耍笑就拆掉啊。设置完之后的话，在养工处他接获到热心民众的通报，他就是把它做一个拆除。未来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加强跟相关单位的一些联系哈。那在牌面的旁边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加注一些是属于交通局的一些 logo。
交通局表示，一般挂伫咧路顶下骹的标语，养护工程处大部分拢知影是交通标志。不过即届遮的牌啊，无写是交通局挂的，加上内容真深色，连民众看到嘛唔敢相信讲这是政府机关挂的交通标志。政府要做，也不可能做成这样子啊。对啊，这样子觉得好像是在开玩笑的感觉啊。政府应该要做一点，就是比较合乎常理的。像这种就比较太无厘头，好像比较像民众会装的。交通局原本希望透过趣味的标志，达到警示的效果，想袂到发生这款的情形。目前已经确定标示会伫咧23由养护工程处重新搁挂倒转去。交通局表示，未来除了会评估标语的效果，搁会看敢是要扩大到其他的路段来执行，嘛会继续做交通工程的改善措施，提升路口甲车路的安全甲行车的效率。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继续关心点的路讲，在今年4月，新北市有一间公司本地已经录出一位民众，落尾煞叫人莫来，偏偏这位民众已经甲具体公司辞职啦。经过劳工局的认定，本地这间要共请的公司，上少爱付这位民众3个月试用期的薪水。4月份，新北市有一名女性上班族到保育公司面试，应征国贸开发专员的会。女子4月初收到 email 通知被录取，16回复愿意接受聘用，并且伫同一天向原本在职的公司辞职。女子只是向新公司询问报到日期敢是会当延后2礼拜，想袂到保育公司回复，伫这段空窗期的变数伤大，无法度接受要求，所以无录用，互女子拢讲去。只是去询问说可不可以延后报到哦，因为公司本来有发一个 mail 是说5月11号是暂定报告制，不过这个日期如果有需要可以再调整。结果公司就反而就说哦，因为你要延后报到，所以我们取消这个录取。女子不满新公司反馈录用演变成4业2头空，所以向劳工局申请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发录取通知在先，而且劳工也答应会交接，就相当是劳动契约成立，所以公司也是爱付3个月试用期的薪水168000块。已经有明确发录取通知，那你劳工还要有没有承诺说要去上班？哦，如果有的话，那大概法院在判决实务上会认为劳动契约已经成立。那你既然已经成立，雇主你要终止契约的话，你就要合法的终止事由。得到公司的录取的时候，一般公司都会发一个聘用通知书给你，上面会载明你的报到时间、你的薪水。跟这个雇主这边有一些争议的时候，当然这个书面资料就会是一个依据。因为这名女子当初是透过联络银行到履历，但代表是其实这类型的求职争议真多，建议劳工爱保存好录取通知等记录，一旦资方反悔，才有机会向劳工局求助，争取应该有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实现总统蔡英文选情的政见，教育部表示，对8年开始要启动5年的远景计划，由国立大学逐年另外阁加收1000名经济弱势学生去读5加2重点产业科系。精选考试分发真少数特殊选材高中职，目前爱靠这管道去读大学，为了让更较侪经济弱势学生读公立大学，110学年开始，教育部启动5年的远景计划，由国立大学每年外加1000个名额，进入国家5加2重点领域产业校系读册。第一批招生学校无包含台大、清大、成大甲高大等学校。家境的这个收入不是那么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学测或者是指考的时候能够展现出一般我们在选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屏东大学指出，每年会伫资讯学院、理学院甲管理学院7到8系招收30名经济弱势学生。台东大学规划8系外加47个经济弱势学生，按过设置台东1年以上，或者是伫台东高中职读1年以上学生应申请。对于低收入户的有3项的优惠，第一个免他的报名费，第二个补助他的交通费，第三个补助他跟陪同的父母一位的他的住宿费。远景计划优先以公共资源较少所在的国立大学为主，目前平台暨南台东大学、分科大等学校已经上报申请，因为教育部对经济弱势无设条件，由学校自定简章家己招生。专教会副理事长高中老师张庆峰是讲出伊的烦恼。
会不会有一些道德风险的问题？例如说，假设他已设定说，他的居住地是在偏乡，那会不会就有一些家长就把孩子的户籍就迁到偏乡去？张庆峰指出，政策真好，即平常也是避免软劳动或者是可能存在道德风险。环境计划指定对应校系甲108课纲强调，设成用材是不是相违背，需要政府后续考虑。记者综合报道。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出事所在，也就是嘉义县县定古迹林开泰诊疗所的故厝。伫105年捐予嘉义县了后，也开始进行整修的规划，但也得到文化部的支持。今透早也举行修复工程检定，期待古厝会当早日完成。移敲开工大吉！进人摕着锤啊进行开工的仪式。嘉义县县定古迹林开泰诊所。伫105年捐予嘉义县政府了后，经过4年的时间，总算完成修复工程的评估计划。伫12号早时就进行修复工程的开工典礼。很高兴它终于要修建了，那么完成之后，希望这里可以变成带给新港的乡亲，特别是年轻朋友一些远地的讯息。我拄啊好，这个林开泰诊疗所，这个古宅拄啊伫这妈祖庙后壁面伫后街，我相信讲，会当变做一个观光的走带吼，对新港的发展来讲吼，是真重要。林开泰诊所起伫1933年，伫105年的时阵，指定做县定古迹。负责修复的工程单位就表示，这栋建筑物的主体是闽式、日本式甲西洋式的混合形态，会照原本的样式来修复。它大概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种配置模式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它的装饰非常的朴素啊，所以我们如果从建筑形式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理性模式的一个先驱啦。嘉义县政府表示，古迹修复的金额总共是3800万，其中文资局补助75%，暗算工程的时间是450天。未来修复完成了后，嘛希望会用配合新港奉天宫，成为推动在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场所。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着要推杀武器，屏东县德田乡公所甲拜三定做是德田乡的武器日，鼓励民众去到公所办代志的时阵，接甲办公人员讲武器。毋但安尼，也阁有原住民、越南、印尼的志工加入，讲任何语言拢会通哦。带饭的嘛，好，快拍那个带过来。屏东县德田乡公所的办公人员讲计划向客家的乡亲解说申请作业。逐礼拜三，民众只要行脚到德田乡公所，就看到工作人员穿一领粉红色的制服，顶头写“爱讲客”，鼓励乡亲讲母语。只要你来这边洽公，你讲客家话、客家话、讲河洛话、讲原住语，还是讲所有的新住民的语言都可以。根据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屏东县德田乡有7成的庄头拢是讲客语，3成讲台语。为着鼓励民众较接讲母语，推广在地文化，德田乡公所就甲逐礼拜三定做是德田乡的母语日。母语日啊，欢迎大家来德田乡佚佗啊，来讲咱的母语。讲母语当着时，德田乡公所拍算未来，请会晓讲原住民语、和越南语、印尼语的志工，和妈妈的话语，会当自然存在伫咧咱的日常生活，正做日常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好宝乐龄中心，逐礼拜二拢安排轮椅太极拳的课程，互行动无方便的人也会当保持健康。侪人坐伫轮椅顶悬练太极拳，这是云林好宝乐龄中心逐礼拜二的课程。对咱这高龄者还是身障者是真好一种运动。你像我中风10年，我来这比去病院做复健，更较好。中辈练了嘛，感觉真有效果，除了活动筋骨，规个人也拢较快活。老师表示讲，年岁大脚较无力，也是会使使用顶半身来运动，太极拳就是真好的选择。做完的时候，你全身都流汗了，对，因为你的气也是在体内在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程，让我们的身心灵放松，因为它的动作很缓慢。不会说很激动的。年纪大了，膝盖不方便，脚力不够。脚力不够呢，并不表示说就不可以运动，所以用坐的，然后用上身，
腰部，还有这样子来腰的旋转，还有手的运动，增加他的肌力，还有灵活度让老人家里面这样血液可以循环比较舒畅。后尾老龄中心表示讲，这个课程已经开一档啊，因为老人家新长者平常时较少活动，希望透过这个运动增加因的血活量，提高免疫力，嘛保持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安怎安排，做伙来看气象，你就知。北部地区对23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4度到31度。新闻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来去看狗仔雏鹰，也感谢您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马上今日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主题是祭开秋分。秋分汉字写作秋分，罗马字写作此有秋，何温分。秋甲分拢是第一条。祭开来到秋分的时，秋天已经过一半。秋分这天日时甲暗时的时间平长，所以俗语讲春分、秋分，每日对分。这天过了后，日时会愈来愈短，暗时会愈来愈长，天气愈来愈凉冷，寒人豆豆啊来啊。秋分这时气候是无算热。嘛袂讲介寒，人讲28乱穿衣，就是讲旧日的2月甲8月，天气较无稳定，一天内底有时热有时寒，早暗的温度真差较济，要穿长羽也是短羽，就会互人真歹选择。秋分另外一个特色是热人的单位声较罕你听到，四季迎迎飞。袅袅蓑的桐花嘛美起来，准备过冬。这个季节物产真正丰富，除了切啊当咧挂，海里阁有无共的鱼珍收来台湾西部沿海。啊，若讲到果子吼，鱼啊豆豆啊长红，软软甜甜真好食。俗语讲鱼啊若红，罗汉脚就目可红。是安怎遮好食、遮水的红鱼，会互人心伤美丽？早期汉人渡海来台湾的，拢是查甫人。若是无甲有长远的北部族女性结亲情，都定会无厝通住，只好困庙里，特别是困伫18罗汉的脚边。唔只，互人叫做罗汉脚。秋分过，鱼仔红，天气开始变冷，这无母无狗、有路无厝的罗汉脚就会真艰苦。唔只，人会讲鱼仔若红，罗汉脚就目可红。秋分，短羽，
长午28乱穿衣，春分秋分，每日对分。鱼仔若红，罗汉脚就目眶红。天气凉凉，等收成的秋天是我足介意的季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鸟挂先，我要来去散步咯。多谢观众朋友收看，等后摆再会。好，来，好。